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那么，顶礼拜开始就传出有消息，一间真著名的连锁大卖场传出了进口冷冻水果，讲是有肝炎，但是哪会一届两届这么咸？抽查检验，敢有老错乌白咸？嘛也有肝炎，这到底是糖毒、细菌来致死是啥物物件？那么咱今仔日请专家好好来给咱讲解。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大食品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教授吴坤儒。主持人、大家观众，大家好。第二位，仁济病院总院长李龙庭。平安好，大家好。第三位是新北市营养师工会理事长老小晶。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和观众朋友来理解这整个代志到底是安怎？这一间连锁的 Costco 因兜咧卖冷冻梅、气泡。那么在4月初10的时阵，就在边境检验，就查出讲有 A 型的肝炎病，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是食药署在1个月了后，今天才在网络顶头公布的这个消息。卫生福利部部长赵瑞元来强调，当初验出有问题的产品，全部拢销毁了。那么未来呢？逐礼拜3会开记者会来说明，嘛会公布着感染 A 肝的病例。那台北市呢通报的个案，确定是阴性，那排除了是急性的感染。美食卖场好事多进口第2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鱼，顶个月初10，就伫边境防检出 A 肝病毒回归，也毋过食药署刷拖1个月到今仔日才公布，恐惊互更较侪毋知影的民众食落肚，引起外界质疑动作收慢。我认为是没有了哈，因为其实我们的警觉性很高，在边境发现之后，马上要进行后市场的这个调查。那大家也许会觉得稍微慢，那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 A 肝的检查是比较复杂，其实实验室的工作是比较占掉比较多的时间。卫福部长施世元强调，是因为检验过程久，并无收慢。只是好事多毋过防检出 A 型肝炎病毒事件，由原也咧拖烧，各地拢有通报案件。其中台北市卫生局初8接到一个捌食过毋过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通报，这名个案捌伫3、4月食好事多的毋过防检出 A 肝弱阳性。检体送中央社食复检，目前这名个案甲带做伙的家人拢无急性病毒性 A 肝症状。曾经有食用这个大卖场购买的冷冻综合果莓，那同住的2位家人也都有食用，目前包括个案等3个人都没有症状。特别去注意环境卫生哦，这个食物及饮水油煮熟煮沸，确保干净，以及有注意手部卫生的问题，其实其感染的风险并不是很高。医师建议 A 肝的传染方式是混口，做好环境卫生，就会当避免传染。另外，关系日本进口草鱼，前一摆防检出禁用农药残留违规，日本交流协会要求开放农药。福尼安客反派了后，卫福部长施世元表示，国内外团体拢会当申请农药残留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咱先和观众朋友来理解是安怎？其实这个消息是陆陆续续走出来。讲某咪所在新北市台北市也有这个 A 型肝炎会发生，但是呢，事实讲大家人对就这个什么叫做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什么机制去传染致病，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无了解。所以咱今仔日请了院长啦，甲营养师啦，甲吴老师来给咱好好讲解，平常时安怎预防，但是。即摆现主是爱先来了解讲，到底这个整个检验的时间是官府、是官方，咱的政府是毋是有失觉察？
动作有较慢，还是讲实际上这个验渣吼，他都在这新闻大内面来讲吼，这个验渣爱需要一寡时间。咱来看这个流程哦，这个图表，3月16，美国的这个食品药物，吼，人伊的官方人伊就讲我有验出来讲有这 A 型的肝炎。啊，3月19，咱3天了后就确诊讲这还未来，吼，但是扩大边境的检验，但是一直到2月7号验出来，但是伊在4月10号验出阳性，这中间呢，3月27到4月10号之间呢，这到底是安怎？要来请教吴老师。那一般政府的这检验流程，敢是安尼？这是有咧照顺序吗？因这边吼，就是讲，伊伫海关报验的时阵，应该是做海关采样嘛，取样了送互验证的迄个实验室吼，做检查啦。理论上，我想因来当吼较紧的，安尼应该会当较好啦。当然，迄阵验出来 Costco 迄批吼，血已经做无进关啦吼，因为验出来就是甲消费啊嘛吼，都无进关啊。当然你4月70较开始做全面性的你抽查嘛吼，4月28吼，伫 Costco 验出来嘛吼，我相信做这物件就是讲，当然这个东西吼，因为美国 FDA 吼出来的消息是墨西哥的产品吼有污染啦。但所以有可能这个，迄阵咱的做卫生单位吼，可能较重视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啦。但咱验出来是智利的产品嘛，所以迄阵是毋是吼无想到讲无意料到智利的产品的污染啦。咱墨西哥拢验无嘛，可能是智利的产品验出来。因较放大去较全面的去验智利的这个产品啦，所以这可能有老师，你来检讨起来吼，你会建议官方政府吼，以后若是讲，譬如讲3月16开始咧，甲大家讲，大家新闻报纸咧刊出来的时阵，就开始一直叫大家爱警觉哦。虽然我唔知影这有毒无毒吼，大家咧警觉，敢会使安尼讲？不，因新闻课有写，因3月20因有。做用出迄个，因为伫即个食品药物管理署，因为设立了迄个系统叫做做红青灯的系统嘛，因已经有警示出来啊。其实即个时阵食品业吼，尤其有进口的人吼，即个厂商应该都要注意啦。但是咱一般人也袂去看即个网站吗？对啦，这是较麻烦，就是讲到底即个像 Costco 有去看无？吼，这是一个问题。这小等下来请教老师吼，接下来请教院长。院长，互咱观众朋友我头下就开始就讲，到底是糖，还是病毒，还是细菌，吼，来治病？这个会感染到这个机制到底是啥物？吼，尤其 A、B、C 到家己到底逐项都无共款啊。院长，你甲咱好讲个春车。问着我去咧甲病人遐讲共款，A、B、C 这3型的病毒吼，感染的迄个途径拢无共款啦。那 A 型肝炎大概是A 型肝炎病毒大概是拢透过喙走入去的。A 就是透过喙走入去的，就是你食的水还是食物，吼有感染到，有可能感染嘛吼。感染的物件是细菌、病毒，病毒，拢是病毒。大部分是我讲的是大部分是安尼啦，食的物件引起的啦，吼。就是你食到不干净的，或者迄个物件，水也好，还是讲这个也好。病毒是大部分，讲有啥物名？通我来大家来了解。伊是 A 型肝炎病毒啦，迄名是安尼啦。是。毋过，大家可能忽略掉讲，其实毋是干那体安尼尔啦，吼。咱看到 A 型肝炎病毒，你若讲，因为 A 型肝炎的人吼，大概8-9成拢是无症头。做1-2成照拄啊，所以食落有当是无代志，无代志，你无镜头但你会拖互人所以你毋知讲即个人是有 A 型肝炎嘛无？你家握手，
还是望园区顶面迄个所在，若是有 A 型肝炎病毒伫咧。哦，就是 A 型肝炎，伊个会活伫迄个卫生部顶头。对，毋是顶头，是你家己咧食咧吐，无注意去摸到你身躯顶，啊，你手起来摸伊的身躯，你就会传染着啊。啊，这踮咧身躯，踮咧衫顶头当偌久啊？无人确实讲会当活偌久，这是啊，咱逐工嘛咧换衫，所以真少去顾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二种途径哦，还有第三种途径。第三种途径就是较少人啦，毋过大家要好识，无咧注意到是讲口交。你个性行为吼，你对喙也好，你对喙也好，对尻川也好，对阴迄个也好，拢有可能会传染到。如果迄个人患者有带这个病毒，你甲吸落去，赶快你买中奖。这是较少，但是动物哦，病从口入啊。对，这是 A 肝。对。啊，那 B 肝跟 C 肝呢？ B 肝跟 C 肝大部分拢是血液传染的，对血注血入去。比如讲，你若是去刺青无刺青迄嘛有无大概未消毒这完全啦嘛有机会啦。第三种就是过去足流行的迄个，咱用个病食毒的食毒的过去拢有食的嘛，后来用针头，针头你有你注着迄有的针头你佫用到你的就对啊，但是院长，咱过去拢有一个印象，毋知是我印象对啊毋对，就是讲当初时咱开始用迄个免洗的这箸啦，还是碗啦，为着要预防 B 型肝炎，这个毋是病从口入啊。你头讲的这 B 型甲 C 型拢是注射输血，这到底是安怎？迄个嘛是一个趣味的故事。你咧笑哦，迄一个趣味故事讲，本地就讲唔对去啊。讲唔对去，B 型肝炎毋是透过安尼来传染的，所以因早讲叫人来用公款有术，其实迄个政策是唔对去的啦。咱叫骗遐久哦，要骗了30年呢。所以就叫咱爱用公筷摸箸，这拢唔对哦。迄毋是米干啊，迄毋是米干哦。所以咱咧讲因为咱嫌咱卫生歹啦，安怎，用免后来变做环保的问题，这完全错误的政策哦。对，迄毋是米干。所以今仔有真正拢甲传去呢。A 肝、B 肝甲 C 肝完全都无共款。好，咱小人再来问讲入了人体了会变偌济？这要请教着营养师咱知影营养师了有咧做迄个团膳，咱一般来讲到底这个肝炎是啥物途径？他多伊个教授啦、老师也讲，就是讲食 A 肝拢用食的。恁咧做食的人是安怎来防范？还是讲咱法规法令顶头有咧做啥物代志？一般 A 肝病毒就是按迄粪口传染的，所以基本上你也讲你食品工厂内底你本身家己有带源，你唔知，你变数以后，你手无洗好清气，你有可能你就去污染到你的食物。搁来就是讲，你有可能是透过这种水去污染到这个可能无清气的这个病毒的时阵，这个水无清气，你做你的工厂内底，你无做有效的区隔的时阵，这个无清气的水嘛可能有你的制作的环境内底。搁来就是讲，你今仔日进入到现场内底你无做好洗手的这个动作，你人就无照顺序。对，你无洗手洗好清气，像阮一般你进入内底的时阵，我拄仔讲的人可能嘛是传染嘛，所以阮要入去工厂工作的人，阮基本上阮拢爱做迄个健康检查。问题是讲，即马台湾的健康检查甲检查病原 A 肝的病原。对，无检查伊有抗体无？问题这健康检查是1年做一届，所以这有可能这你1年来，伊可能。比如讲你意思讲，你要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时，你可能有健康检查。但是检查是干那检查讲你有病体无？但是无检查讲你有抗原无？是。所以以后可能工作2、3个月了，伊感染到的时，煞麻烦去。对。所以这就是阮也
你健康检查的时阵，阮会同时去检查伊有抗体无？啊，无抗体的人吼，阮拢鼓励讲，公司甲你出钱，你去做，安尼较安全。所以这法令上并无规范讲，你若做团线的人，你必须要注这个预防车。目前是无。哦，这我来请教着教授吼，这咱的食安法令敢有通规范到遮，还是讲必须要甲别个所在去规范讲，你若要从事，不管是小食的，吼，还是餐厅，还是团线的，就必须要做这种代志。我想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内底吼，可能无法度按照管较写较这么详细，这可能伫按照执行主法内底吼会写着。啊，这其实就是准有需要吼，这按照行政单位对食品安全、食品药物管理署吼。才会当来修改啦吼，这个执法嘛吼，执法对象。这但写入去敢有合理？我想这理论上应该是真好的做法啦，吼，安尼应该会较好啦，来确实当保障这从事这做便当的人吼，会当做避免着未来伊来传染人这个 A 肝的病毒嘛。他说医生讲哦，这真惊人咧，我这十之八九拢有诶拢无正头。是，家己嘛唔知。对，所以会当注意方式是较好啦。吼，这会当一概甲拢解决这问题，就让避免掉嘛。吼，我想会当注意方式是较好的做法。外国敢有强制性讲，就某米行业的人必须要来做这个预防下。这我无解清楚这方面吼，因为这个唔是做所谓的母法内底啦吼，伫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内底当写清楚，而且可能伫执行的主法内底写着。看各国的无共款的，会当参考啦，会当比较世界各国看。所以，但是上起码老师认为讲，这会当写入去。会当这伫执行的这个方法内底会当来修改，我想这个是就直接写伫这个食品安全法内面。母法。写这吼收有啦，吼，你执行的方法，执行的方法内面会当写，应该当来改。嘿，这我来请教着院长。这个较简单啦，这个较简单嘛，吼。较改。院长，咱做预防车，敢会当一做了一式开悟啊，清凉解脱？一般啦，做了去了，差不多2礼拜至3礼拜以后，才会产生抗体。啊，这产生抗体了，一世人拢免搁做吗？即摆做法是2届啦，就是半年后还搁做第2剂，安尼大概这个抗体会维持到20年左右。哦，安尼就真够热啦吼。所以 A 型的肝炎是有法度，啊那 B 型甲 C 型。C 型目前是无这种方式，但是目前药啊系有药啊通解，所以C型较唔惊。啊 B 型是因为咱做即马1983年以后。开始全台湾出世的囡仔，就拢有做免费的。出世就有啦，所以应该是较明显。所以问题变做是 A 肝，因为听起来哦 A 肝快较咱公平哦，较袂死人。对啦，对啦。所以大家就较无遐，较唔惊啦，较唔惊吼，就感觉讲反正就断来断去，一定会安尼。即我来请教着营养师吼，咱咧处理食材的时阵吼，尤其咱一个家庭主妇咧看咱的，唔是家庭主妇啦吼。就是处理吼，你若是食水果啦，还是啥用水落去洗啦，安怎？你建议大家爱安怎来处理吼，较袂去受到这个 A 肝的这个感染？第一个就是讲吼，阮尽量你也讲家己本身身体毋是讲介好的时阵吼，我嘛是建议讲吼，物件嘛是爱煮好食，吼，尤其是囡仔也是老岁啊吼，基本上抵抗力较低的人。希望因会使物件尽量会使食，对，食熟的物件较好。啊，第二个，我感觉后端吼去洗，这是一个预防。啊，问题是讲咱安怎去选择这个食物，我感觉这嘛是最重要的代志。安怎选？对，啊，我感觉基本上咱政府有足侪把关嘛，吼，有一寡认证，还是讲有一寡工厂伊家己有做品质的管理，这样的工厂，基本上咱会比较可以信赖。吼，虽然讲嘛是会突错啦，吼，啊，问题就是讲，基本上这厂商可能表现比其他根本都拢无咧做管理的人可能搁较好。啊，标准的这种
实在的厂商啦，吼，食品厂商，基本上因拢有一寡实验室，伊家己会使做检验，啊，家己有品保人员伫遐做检查，所以相对来讲是较安全。啊，当然末端咱家己消费者，咱家己要安怎清洗吼，基本上吼流动的水吼，基本上吼10到15分钟安尼去洗，啊，阮有实验过吼，基本上你有用手去稍微搓洗迄个水果的表皮，其实伊的清除即个不管农药还是啥物病毒，其实伊的效果是较好的。所以阮是建议讲，你也有一寡软毛刷，较仔细的啦，会使安尼刷，离阮的迄个实际的工厂内底吼，安尼用刷子刷，基本上微生物啥物其实拢足低，比你加用水嚟清洗，嘿。啊，所以其实流动的水哦，大概10到15分钟，但是基本上如果能够搭配手在那边搓洗，事实上它的效果会更好。啊，若是市面上咧卖这种清洗剂，你敢有建议？你讲会当洗迄个蔬果的这种清洗剂，这敢有好？就小等来请教老师，买单来请教。这阮家己本身工厂是较无安尼哩做，用流水就去清。流水啊，用迄软毛刷吼，安尼撸，嘿啊，来减少伊即个微生物的。所以咱家己要食了，家己较骨力的啦。对，是。吴老师，咱这譬如讲他问的，那用清洗剂就去洗这蔬果，安尼敢有赞成？啊，这我就是无研究吼，我唔敢讲吼，就是讲到底这有效无？啊，当然这看你也看伊这清洁剂吼，内底伊的化学成分啦吼，伊也。准伊含迄个咱的残留的农药吼，性质较共款吼，洗其实效果较好，我若无一般的知识，看要安怎，我就直接。无老师，你咧老赖吼，我来甲你问。所以我好时吼，我伫厝咧洗，我嘛洗吼，我是拢因为清洁剂内底嘛有一寡所谓做可能会污染咱环境的物件嘛吼，所以。尽量无用，我嘛是尽量无用，就当卖用，免用就无用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唔敢讲这我唔敢讲这是一定有效。譬如讲，咱即摆真流行讲用迄个黄豆粉啊，黄豆粉啊、豆粕啊，都去洗啦安尼。但是头头听营养师咱的理事长讲起来，你若是放水流落去洗，这个大部分拢会上洗掉啦吼，是毋是安尼？院长？无毋对。其实咱的迄个自来水内底就有迄个氯气遐物件伫咧啊，加减我拢会杀一寡细菌还是病毒啊吼。啊，你若用流动的水、流动的水更较好。哦，普通我有时啊，我家己买水果倒来，我袂讲杀来就食。哦，不管你是买葡萄倒来好，卖讲啥，干来咱的迄个马巴拉啦、토마토啦，拢共款。我一定爱先浸水。哦，啊浸水是净水哦，迄净的是干来。顶面有一寡农药啦、残余农药，会当小可甲稀释掉嘛吼，稀释掉了，倒水倒掉，哦，浸几分钟啊，浸几分钟了，我倒掉了，我用活水来冲，啊，甚至于个手家己来往安烧咧，互伊活水来流入去，安尼放咧盘底，我家手洗清气，我才敢食。哦，我袂讲杀人我就食。第二就是讲你拄仔讲迄爱用清洁剂无，我感觉毋好。迄清洁剂，我毋是讲清洁剂公司做了无好啦，我是讲咱到底做不爱食化学物件，食啊规巴肚啊，你搁食迄个物件入去吼，对咱身体有啥问题无？这问号啦，尽量会当愈食愈少的化学物件愈好啦。哦，这是对身体吼。对。啊，咱一般咱商业咧进行，譬如讲咱团线的时阵，咱的处理流程吼，有当时咱买的毋是这个规盘，我唔知恁团线有当处理买迄个节切蔬菜，应该切好的吼，来，因为这也是一种有的人宣传讲这是一种环保啦，吼，你买规盘的来，我切的嘛是爱拼掉，我买这个节切蔬菜，人伊来统一处理，这个节切蔬菜其实伊某种程度应该消毒的。应该是讲，阮团膳哦，大部分其实拢是煮熟的物件，无青食的物件，除了水果以外吼。所以基本上，阮合作的这个厂商哦，基本上伊拢有相当的这个管理的
品质的能力啦吼。所以像阮的蔬菜来吼，农场伊拢家己会做农药快检，吼。啊，伊家己会做田间的迄个农药的管理，啊，因有一个生产线，这拢有经过 CS 的认证，吼，伊就是讲伊爱几度的水，才会使保持避免伊的迄个切口的氧化，还是讲有迄个微生物的滋长。啊，伊做好以后，伊爱评的倒一个温度的以下的这个拢规范着。其实这规个过程其实拢有。这个把关啊，所以基本上但是你所讲的这种是厂商家己自我要求的。其实这认证当然是自我要求的啦，因为伊要法令上拢无。啊，毋过阮做团膳吼，尤其是学生这个部分吼，即马其实农委会拢离推3张1Q 啦吼，所以基本上大家实在吼供应量拢足大的啊，所以毋敢乌白来啊，出代志就惨嘛。所以基本上阮会去选择较信任的这个厂商，因为你啊物件来袂使用，还是检查安怎，互囡仔食落歹腹肚，这其实对阮来讲是一个足伤害的代志。所以阮避免这个代志，阮一定可以选较好的食材来，嘿。是，这我来请教教授哦，教授来推动这个食品安全法哦，尤其咧执行的这个部门哦，执行的这个条目内面哦，其实有真济啊，譬如讲厂商的问题啦，还是检验能力的问题吼。某种程度，即马还佫有这方面有啥物爱来补强的？咱来看这个图表吼，即马进口的食安吼，还佫有真济，譬如讲个人吼会当对外国吼，无免检查会当炸6公斤，吼啊免你，但是甲你讲你袂当卖出去啦。但是你炸到6公斤，啊你无卖出去，我感这我感觉是拍一个问号啦吼。啊有即个网络顶头，吼真侪咧卖物件，咱头看到这咱的问题内面，还佫有美国的即个维他命内面也有即个污染呢，吼即个防腐剂也伤济啊。这安尼看起来是安尼，是离离曲曲，东西离这边足济呢吼。这是在这方面呢？是这方面爱搁加强，还是讲咱的魔法爱搁来做啥物描写，才有通来做这项代志？好，我之前讲的问题做好的吼，这个问题其实咱无法内底唔免改啦吼，但对执行上免怎做吼？你像讲网络上的这个你卖食品的，是咪叫食品？伫咱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内第一条就定义可能第3条定义什么会叫做食品产业嘛吼，食品业者，就是你要有生产、制造、运输，吼，有你卖拢算啊。所以网络你卖嘛算食品业嘛，吼业者。食品业者伊基本上都爱符合做所有的 GHP， 就是基本的迄个做卫生食品卫生规范。但是你像讲这你啊，网络里面那个检查呢，这就是问题吼。跨境电商的物件，对，这个物件其实是一个新型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吼做这个物件未来免啊来管，吼免啊来管。我今日我拄啊上迄个食品安全相关的课程拄啊下课，我嘛讲，甲阮学生讲，你是讲咱即马偏大印啊，偏大也好啊，Uber 也好，拢你人送，即系你人送外送的人都多嘛。这个人其实嘛算食品业呢。你即马甲送一个便当，人啊为餐厅，互你一个便当，你人送，啊食的人啊歹腹肚，腹肚痛。啊算啥？啥物人的？嘿，对，要算啥物人的？哦，便当餐厅讲我都无问题啊，这外送的人爱负责无？哦，这问题真大呢吼。过来就是讲，咱即马拢有一个做咱的包装食品，拢有定一个有效期限。期限得要到，才做市场吼，才超级市场也好，吼大卖场也好，拢会送互这食品银行。咱即个食品银行，这食品银行拢做，其实是做主线啦，嘿，拢收这产品。来处理了，送互遮有需要的较落实。这个物件基本上食品银行嘛算食品业者呢。
嘛爱受食品哦，你唔是讲主线，你就变安尼。对，伊嘛爱受食品安全卫生法的管理呢。伊若万一出问题，伊嘛爱负责呢。哦，所以这物件其实有做些新的。教授，安尼你真重要呢，你都要赶紧政府要叫这官府来赶紧处理呢。这我嘛，吼，这就是拄到的困难。你看咱即马吼，一般少年人免讲，咱规处境吼处理吼，一礼拜上无叫2-3摆的外送。对，外送嘿。手咧刮啦，啊物件放伫后面的卡啊啦，安尼摕出来安尼。哦，所以这个就是讲 Uber 也好，还是偏大好，爱负责训练伊的外送员啦。叫伊的设备爱用得好，就伊爱有伊即个拢一个箱啊嘛，伊即爱有保温吼，诶设备爱互人啦，啊无是安怎要保持？的人嘛爱去注射呢吼。啊，这物件无得需要，吼，这当研究。爱讨论啊，爱讨论哦，无这个是出问题，什么人要负责？这有影咧，这人全部无法度厘清咧。他一定佫讲哦，即摆趣味大家可能观众朋友唔知哦。这个验出来吼，对这个生着肝炎的这个患者吼，去验出来这个病毒，啊，甲这个梅啊吼，去验出来病毒，两个无共款，啊，这是安怎一回事啊？这是咱讲基因定序啦吼，就是讲你有迄个肝炎了，抽迄血，这两种无共款老爸老母啊。对。啊，就表示讲，这根本唔是迄个物件引起的，有可能你有食到这物件，有可能啊，食到了，你家己去外口去食到较无清气的所在的物件。哦，咱讲这无清气的所在是做的人无清气，啊是食的人无清气，拢有可能哦。哇！拄啊，杨叔讲理事长讲的迄吼，迄一般的迄个业者，拢有。要做健康检查嘛吼，我们捌甲做过，吼，伊健康检查物件做多哦，哦，包括着迄个痢疾杆菌，迄个细菌大便爱培养看有即个物件无吼，啊，抽血嘛爱看你有迄个A 型肝炎的 IgM 甲 IgG 是表示讲你过去有得过。IgM 是最近有得到，嘿，安尼。这两项拢爱看讲，你无 IgM， 但是你有 IgG， 这种人才会使来去做食品业者，嘿，无伊就无你入去啊。这个迄个看迄个就业迄个健康检查内底都有写，所以阮拢有去查到这。啊，你做的人当然你有检查这身体过，你无啊嘛吼，你无这个A 型肝炎的人，所以你。口罩也戴好，啊，头罩也戴好，啊，手嘛戴手套嘛吼，啊，身躯拢洗个足清气的，你咧传这食物，表示无问题哦，吼，啊，你送出来嘛无问题哦，毋过有啊，咱的教授讲的讲，你送的人咧，你送的人手若无清气，你去甲摕去互食，嘛是共款中奖啊，嘿啊，啊，所以你看，功德做差不多。你看咱讲路边咱大人家每年差不多有前2-3年较少，可能是 COVID-19 的关系吼，所以大家最重视洗手的嘛吼，重视看口罩的，所以前2-3年迄个A 型肝炎的迄个病例通报的个案有较少，啊，今年是安会较悬起来，当然可能甲这个洗手的伊个袂及时咧吼，嘛有可能啦。啊，你去食啊，这个大家拢变嘛出来食吼，啊，前2-3天毋敢出来外食，拢家己厝煮，啊，拢煮小食食，啊，即嘛毋是就放出去了，哇，小者去路边摊食吼，我毋是讲路边摊毋好食，我毋是这个意思，我是讲你做的人有我拄仔讲的有足清气的无吼，啊，过来你摕出来物件送的人有足清气的无？哇！如果你用的水若毋是活水，啊，你洗碗啊、洗碟啊、洗啊碟遐物件，拢是迄个净水。啊！你规桶水拢去洗啊物件，洗内底，你个碗摕出来，互迄个新的人去食，啊！迄个碗内底本地就有去污染到，迄个人可能有 A 型肝炎，但是伊无症状，啊，所以你当作是伊无嘛，啊，你放咧盘底来去，互迄个无对的人去食着，赶快去传着啊！所以拄仔讲的，制作的人、煮的人、啊，捧的人，甲这个
盘啊内底新的物件有污染着，这拢是关键所在。哇，老师啊，甲伊就讲起来，我脚趾边有冷起来。恁咧做团线的人，尤其恁做好了后，迄汤餐吼，咱叫汤餐嘛吼，汤餐爱灌，互囡仔来灌，还是咱爱运送去到囡仔的教室？大部分拢甲囡仔的教室，也是讲迄个楼层的定点。啊，遮囡仔才去搬。嘿，因为较大汉的囡仔，伊家己会使来搬，啊，较细汉的囡仔，阮就送去伊的教室来。啊，但是这头早教授就讲啊，即马惨咯。那无的确是囡仔家己污染着啊，教时阵算喺恁头壳顶，啊，这是要安怎来厘清啊？基本上，阮拢有家己的服务人员伫遐看餐啦，吼，啊，学校其实嘛拢有监视器啦，啊，其实阮嘛是相信囡仔是善良的，袂去黑白去骗咱的物件。这代志可能甲善良无善良无关系啊，伊就是可能出来的时阵拄啊无洗手，啊，就去搬。因为阮拢有看挂，内底阮同餐吼，内底有一个内盖，外口搁一个外盖，吼，所以基本上袂去直接接触去。你除非你是蓄意去甲伊拍开，无基本上伊是看挂的状况。啊，所以囡仔要拍餐进前吼，老师拢会教育伊的囡仔吼，就是讲爱去洗手。啊，像阮有的学校囡仔，阮就会分手套、口罩、发帽互伊。啊，伊要做迄个小天使，甲人拍餐的时阵，伊就先甲伊的手洗好，装备先佩戴好，啊，再去甲吸餐安尼。这就是伫后端内底吼，其实嘛是有可能囡仔。有偷摸，还是有啥物，就是嘛是时常你看到。所以咱即摆业界啊，佫无一种，譬如讲后即个发展吼摕出来，啊，气刀，这无 A 肝，无即种物件嘛。阮的实验室哦，目前是无法度测这个物件。请教着教授咧笑啊，咱是咧想讲吼，古装剧吼看伤济，来，我甲帮你试一下，哦，这个无毒。有啦，我想这也要发展，有人研究，应该伊这都做抗体出来嘛，吼啊。做快筛的啊，这是快筛试剂，拢应该会当做啦，吼，这应该会当做啊，不一定已经有人做嘛，不一定吼，因为这个 A 肝的因为这我头仔听教授来哦，这个层层刻刻哦，足侪流程的哦。对，当然食品是啊，真正是足复杂的啦，吼，要管讲来行要管到周至吼，就是咱讲啊，特别讲有困难，爱骹手爱人袂少啦，咱特别讲，吼啊，所以像。你要源头管理吼，但拢大间的工地，大主本才有通做，靠落做嘛吼。咱即摆就是讲3000万以上的号，家己有设实验室嘛。但是你想看，其实咱台湾拄着其实更较大的挑战是即个小型啊、微型的即个食品业啦。是啊，吼，即个物件其实咱源头管理都歹管的所在，吼。你要叫伊讲有实验室，哪有可能？你一个。当你讲叫伊去送一个样品去检查，会歹势。一个样品的成本就是一工的收入呢，对无？所以头落检查咧，吼，这更较困难啦。吼，所以台湾这个啊做成书啊做地下无登记的，诶，厂商嘛是有啊。啊，头头像伊就讲的，我路边摊，唔是讲路边摊袂使食啦吼。那真正好过的时候，嘛是去食啦。不啦，这当然啦，哎啦吼，啊当然，这就是啥？其实台湾拄着困难，食品安全的管理真正是叮叮塔塔啦，吼，这真正。若要做较周至，才能听起来。譬如讲，你若做中枢这行的业者，第一你家己爱去注射做预防射；第二你的设备，头仔像理事长安尼讲；第三可能这试剂吼会当来发展，啊，互大家吼要食的时阵，试剂，这会使，后奶这安全，安尼。我想安尼是，我一来讲，这你要严格。什么叫做安全吼？这嘛一个咱来讨论的议题啦吼。什么每一个人对安全的定义是无啥共款的。但是这个试剂呢，这类啊，这个有 A 肝，这应该是头头老师啊讲，胖是应该有可能通做吧？这个物件咱每一个人要做较正吼，我想实是唔免安尼啦，吼唔免安尼。但是就是讲，咱因为只要你讲伫目前的管理下。理论上大部分拢无问题啦，吼，咱看起来讲验这个久啊出这个案嘛，吼，啊当然咱大家出关心啦，咱出关心，但是咪讲咱来否定起码规个系统，咱这唔通安尼啦。无，我的意见是讲咱来加强啦。加强嘿，这是有需要，
啊，加强这个讲吼，我想咱检验先有嘅检验无对啦，咱应该检讨这啦。吼，啊，就是讲咱是人无够吗？咱拄着什么无共嘅产品伫，咱的进口国是什么国家？吼啊，伊是什么食物、什么产品？咱应该会当增加伊的抽验的比例啦。吼，像这项，即摆这边验出来这个梅啊，吼，其实一般来讲，你无加工过嘛，出歹分配的条纹，所以你抽样的比例爱提悬啦，唔通搁像哦，这看款物件，对，因为这像气泡这种物件，对，这结归原地的。嘿，啊你着抽样的比例爱提悬，吼，安尼看会当尽量来验出有可能有问题的产品无，吼，安尼啦，莫讲交一般的产品、食品吼验的比例拢共款，吼来提悬这个抽验的比例啦，来看会当验出来无，吼，啊无咱若家己咧验吼，每一个人技术无共款，你讲。验出来，即种所谓的即个做错误的结果啦。当咱验后，伊个讲说伪阴性、伪阳性这物件嘛，啊，咱若家己验了，到尾了伪阳性出来，人拢唔敢食，就惨嘛咧吼。吼，安尼嘛无好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咱伫海关吼，变来好好来做，吼，要安怎做较即周知咧？啊，就是讲，咱是咪当看，因为。咱知影讲，啊，你也较已经像做欧洲来，这是食品安全讲较真好国家，吼啊，看什么食品，咱是咪吼食物件，咱会当就是讲为风险来看，这个国家的产品的风险，伊的食品的风险，咱以风险的无共款，咱抽样的比例爱来调整啦。哦，这头一个。吼，安尼嘛，啊，看会当甲食的物件、有害的物件甲验出来无？啊，目前咱检验的能力够唔够？我想能力唔是问题啦。咱即马其实伫海关抽样了，拢送互外包的公司啦。外包检验吼，即种认证的，会有认证的迄个公司咧做检验。一般化学检验拢3日内就爱验出结果啦。所以伊遐公司为头家拢是来甲 complain， 就讲啊，迄种。足急的。无啦，礼拜拢爱人来加班呢。啊，即马你落计划搁限制，对不？对伊来讲足困难的啦，拢会安尼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其实伫这个海关的检验吼，咱是3日内就爱有结果啦。啊，我唔知影这个 A 干这个。这看起这流程有小可慢点。我唔知影这是安怎。可能是拄着连续假期，还是讲为着劳基法啊安尼。好，因迄做。承包的公司吼，3日来送结果出来。是，即我来请教议长吼，因为咱即摆吼，定摕到这个物件，啊，甲咱讲吼，请你安心，我这有投保，吼，食品安全我有投保，这不产险，吼，请你放心。但是无这种物件讲，请你放心，我这无 A 肝配病毒，无这种的，拢是讲你放心，你食了若有万不利。你有当好保险赔你，安尼，安尼敢是？这食品安全法你有建议讲，内面应该要加强这个物件，还是讲对着，那是针对这个 A 肝啊尔，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病症，吼，其他的病症，要来做啥物来管理？最源头来管理，除了头先吴教授所讲，这个边境的管理也好，还是一般产地管理，甚至因团线业者做汤餐的啊做管理。啊，佫有其他的方式。政策上啦吼，拄啊，吴教授讲过啊，加强这个像你讲安尼吼，边境管理做好势，做较实。大概我相信政府拢会负这责任啦。能力无够，你就提出来讲，这无问题嘛。劳基法拄啊讲过啊吼，今影响到劳工本身的迄个权利，所以你若无够人，你得增加这个人吼。啊，你也感觉这次数无够，你搁增加检查次数，这应该拢会使一啦。啊，时间就尽量较短咧吼，莫拖较久啊。咱食了饱肚，第二才讲啊有代志，我这声就废话啊。这个民众就真正会做反感的啦吼。所以政策上我相信是无问题。这份是买出来了，咱做老百姓人哦，无讲你看到新闻报纸，大家咧讲这个A肝你惊啊死啊，咱唔敢唔食物件，这不这需要啦。我都有讲过嘛，是因为
最近大家较无咧洗手，较袂记要洗手嘛，所以你看过年、做年，你看下间咧规全台湾无超过40-50个新的个案哦。啊，即届才会即济，比较现嘛，佮比几啊年前迄上悬迄8-10个还佫算少嘛。所以咱即马刹车还佫会付，就是讲你要食物件尽量是做熟，吼。下间就行煮啊，你做熟就无啊，就免惊讲迄有下间啊。吼啊！你若要食青物件，有诶袂用煮诶，青物件，你都拄仔讲诶，迄活洗水先甲浸咧，啊，浸了后再过来用活水冲，嘿，冲诶，摕清气诶盘啊，再来底来食。要食进前，不管你食对一餐拢好啦，洗一摆，家己手爱洗好清气。你要家手无洗清气啊，你已经去污染掉，你过来食这物件对，啊，你要讲怪这物件都毋是安尼吼，就你家卫生、个人卫生来创好势，尤其是到小便了，你讲啊，就咧赶紧啊，所以袂去洗手啊，就来食，唔係你家己做得来。对啊。是，即我来请教的理事长吼，在恁做营养师的这角度来看，咱平常时伫厝的吼，伫家庭内面，咱买啥物物件，还是食啥物物件？上重要，譬如讲爱讲，甲咱观众朋友呼吁3件代志，要安怎选食材，还是讲食啥物物件，看啥物物件，你甲咱一个提醒。好，第一个就是选食材这个部分啦，吼，我拄有讲过，就是讲尽量咱选信誉良好的公司，还是讲有政府认证的这个公司，吼，这个公司吼。啊，较有信誉的，吼，较无出代志的，吼，伊一定保持很好的信誉，这个就是最好，就是有一寡认证的部分，吼，表示有伫做品质的管理的食材来源。啊，第二个就是讲，我感觉还是要分散风险啦，吼，因为我感觉物件每一项物件其实拢有伊的风险啦。我家己虽然是营养师，毋过我从来袂鼓励讲，一定要去食什么物件，食什么物件。我感觉均衡饮食，每一项物件拢有伊的风险，拢有伊的营养。袂讲即个像即个冷冻莓果，无食我的营养都会安怎吼。其实阮鼓励大家拢食各种颜色、不同类型的食材，吼，咱广泛的摄取无共款的物件，伊每种物件拢有伊每种的营养。唔通高一味啦。对，唔通高一味啦，因为安尼风险伤大。对啊，所以上好是分担风险，吼，咱均衡饮食啊，放松心情，适当的运动，然后保持愉快的心情，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吼。我想安尼其实免讲，因为这个新闻事件，吼，啊，就讲什么迄也袂食的，迄也袂食，啊，颠倒营养不良，啊，甲迄颠倒身体愈歹，我感觉安尼是一个反作用啦，嘿。这是。伫做营养师的角度吼，但是说来上后尾的时间，我要请吼3位吼，尤其老师吼，咱即摆法令吼，某法到底已经写甲真焦全，在执行的中间吼，执行的即个主法吼，应该佮加用啥物物件？咱有初步有啥物行动计划，还是讲已经早就有做过，啊想要做，但是有诶可能去卡着厂商。还是卡到什么代志，应该咱透过这个节目来甲咱观众朋友讲。啊，我唔敢讲吼，咱即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吼，真焦全啊，真周知吼，真完整吼，我嘛唔敢安尼讲啦。当然有一寡物件咱会当改善，你像讲啊做有假的食品吼，啊咱需要有一个食品的身份啦吼，啊，即个物件过去就是假油吼、假猪油这样的。啊，做代志发生嘛吼，做过来就是讲，咱的食品吼，这个决策啦，我想这一寡争论其实是决策的过程引起的啦，就是讲民众还是甚至在野党对于这个决策的质疑产生的，吼，那伫国际上，我想伫欧洲做了较好，伊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风险评估做沟通的这个单位出来。吼，这独立的吼，袂互行政单位影响到，吼所以这个物件是国际拢去学啦，吼其实台湾应该行上一步吼。这就应该尽速来成立。对吼，成立一个独立的单位出来，莫讲为了吼，咱过去不管什么人执政的时阵，拢是来为了食品安全的决策，
吼啊，你奇怪，造成足侪政治的这个。这病毒就无一定讲你是民进党就袂甲你食。对，吼啊，要安怎互大家吼会当来信任这个食品的决策，吼啊执行的结果，我想真重要啦。吼啊无是咪一定会造成风险的偌大吼？其实国际上，咱咧制定这个标准的时阵，其实拢会，因为咱8%要做甲完整，迄成本足悬啦。吼，咱一个决策出来，其实有当拢会运用5%的一寡细节厂。吼，啊5%毋是讲咱就无爱管你，咱用其他的方法来甲处理，安尼成本会较低。吼，所以你若讲8%拢要甲讲哦，拢未超过这个标准，拢未发生，咱爱开偌济钱去做这个工课。吼，啊，这个物件是毋是伫咱食品安全内底，这么重要？吼，所以这物件爱整个来讨论考虑啦。啊，所以其实咱来当普隆时吼，有一个独立的机关出来，啊，你做风险评估啊。交民众有最好的讨论、吼交流，啊，互民众会当信任，吼，这质疑的声音就当减少，甚至慢慢就会无去。吼，这个欧洲就做啊，这方面做啊，机构，对。所以就我他所讲的试剂，我就想讲哦，上好有一个试剂，这个物件伤天真哦，这个想法有可能会做出来的，但是无会紧啊，无遐紧吼。这我请教的议长吼。我他看到，咱这你也甲咱讲，咱这个做这个预防针吼，爱做2剂，对，吼啊免药吼，哎至少会当20年，对，咱普通人拢会当去做，拢会使，普通人拢会当做。一般即卖迄个2017年了囡仔拢有做，出事的时候拢有做，啊2016年迄阵啊开始的就是讲。咱的低收入户也是中低收入户的囡仔吼，各6岁以下，咱拢有免费咧甲住，所以这对这人是无问题。啊，如果你会惊，你会讲啊，我可能啊无阮40岁，啊无像阮这老岁仔人拢已经细汉黑白食，拢已经拢去丢过啊，所以拢有抗体伫咧啊。啊，我40几岁可能无干脆来做者嘛好，吼，做者还会使。你即马做一支，啊，半年后搁做第2支。安尼做咧，其实差不多两三礼拜了，你就抗体啊，这抗体上维持差不多20年左右呢。哦，这就是一般 A 肝的这种，啊那 B 肝呢？B 肝的主线都已经有咧做啊，所以唔免惊。所以对于咱来讲啦，但是咱啊，譬如讲像我这50几岁，已经强要60岁的人，哦，那像这个。你看较20年，迄个50岁以上，即摆咱政府都是讲有推行迄个乙肝、C肝的迄个防治嘛，你来免费去筛检，免费筛检，讲你若有乙肝、C肝会使治疗，乙肝嘛会使治疗，安尼，这基本拢有免费的，哦，基本上拢有免费通治疗，对。啊，那预防针咧？预防针，迄个C肝无预防针，C肝是食的啦，啊，乙肝有预防针。嘛是会当做，嘛是当做。所以吼，上后尾就要请理事长来甲咱讲吼，咱的汤餐内面，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营运的机构吼，咧做食的，以你业者的立场吼，你今咱2种成分哦，一个是营养师，种业者的成分，你认为政府爱做啥物规范，来互恁较好舒适，还是讲免，阮家己吼自我要求就会使？你认为倒种较好？我是感觉吼，因为检验吼，其实真正是缓不济急啦吼。有当时啊物件拢已经食落去啊，啊另外吼就是拄啊议长嘛有讲，有当时啊迄检验的费用可能比伊今仔日的收入搁较悬吼，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讲政府伫源头遮吼，应该是替阮业者吼去做好把关，要入来的物件，阮买的物件其实拢是安全的，阮免一直检验，一直检验。当然，阮家己。厂内家己吼爱迄个自主管理，这是爱做的。啊，问题是讲，这其实什么物件拢要验吼，其实真正是成本足悬的。啊，而且即马是政府对愈大厂其实是愈严格。啊，阮变做投资遮侪设备、遮侪即个遮好的厂房，啊，搁爱开足侪遮哩管理。其实上爱管理可能是遮，可能伊家己无法度做品质管理的人。对啊，头先教授讲的，阮是感觉哇，这。摊贩啦，是讲较无看怪。对，啊，毋过即马管理的拢是按遮大厂遮
可能伊的迄个资本哈，资本3000万以上的才会抢上，所以阮足侪营养师其实嘛拢离足侪足侪机构吼离工作，阮嘛足想讲啊，到底是要买啥才较是安全的？所以这我是希望讲，政府单位会使甲阮把关即个源头的即个食材。互阮免阁去开足侪钱，去想讲即个到底是会使买还是袂使买安尼，甲风险拢是因为阮食材上接触的食材上侪嘛，啥物各式各样拢有。今仔日毋是甲A肝，阮阁爱青菜有农药，迄肉爱有抗生素、瘦肉精。阮爱管的物件实在是足侪啦，所以希望讲用政府的力量吼，咱按源头咱就家把关好势，安尼到末端吼，咱的消费者，安尼咱其实就免阁开足侪资源、检验的费用，而这是即个顶头。教授，上尾1分钟吼，咱听起来毋但是卫福部的代志安尼啊，农委会嘛有代志咧吼。对，源头管理其实做生产元素最重要的这农委会的代志。哦，若是摊贩呢？摊贩可能是地方政府咯。其实地方政府会让像咱参观宁夏夜市啦，宁夏夜市做了袂歹，夜市内底摊贩宁夏夜市做了。哦，因也有咧认真咧做。你做这源头。